小姐啊，与你各敬3杯，3杯。今儿与朱大爷敬酒。是，请听。哎，小姐啊，你进来做小妾19位，你的婚事呢？史金刚任用。哦，原空不知家，还没有着了啊！那定是岳老大爷因缘不让把你的名字都忘了。依我看啊，你还是到舞台上学不为生算了。早休得取消。好，请。小姐啊，寡居无耻，我不但让你去一足继续。好，今儿去比拔来。是，但不知诸兄细听我劝。我对此道素不精通，细听真理。这样说来，我是在对牛带进了。谁做便宜，快快带来。朱大爷，反正叫我家相公赶一去招军出杀可好？哎，好，招军出杀。好。好了，好比玉盘棍子，文是高山绿色，弹得好，弹得妙，真是妙极了，妙极了。先头啊，是先头。小姐看你呀。下去，一起举杯人之要，不知从何而来。小姐啊，你倒是与我听听看，这要么文兵一弟弟名文英，相我与我一文英，家母还是当上正，实上背叛玻璃粉，他这一虽上传中兵呀，啥不要命归定，只因家母自年生，终日花怀理不定，稍稍他寂寞心里是毛相子，就将我暖半日早
今夜周逢元宵，假日灯火辉煌，你可该在这人群之中一试。这有难一个地方3月的，3月的就是3月的。老赵，你先走一步，小弟给把儿起来。好，妈，小姐，我这认出了嘛，你别怎样？莫非老赵有意大度？度过小小东道，助兴助兴。你要赌什么啊？文银100两，私了可不能拿。今月结账，结账就结账。哎，老赵，今夜3月的上街，小姐呀，趁早备好东道的。小聚到此啊，原因毕露。周大爷，你看那边又来了一台灯。周大爷，这样好的彩灯你不看，在想些什么？嘿嘿，静儿啦，你家相公男扮女装，你说周大爷我认得出还是认不出呀？我看啊，就认。你的眼力不错，居然认得出，认得出呀！周大爷，我的娃娃没有说完呢。你说下去。我看啊，就认不出。无意见得，我家相公男扮女装，不要说你周大爷，就是我家老夫人也认不出来。何况你周大爷的眼睛又不大方便。静儿啦，你下得去看着，你家相公一到，就先来告诉我。我家相公男扮女装，我也看不出来。你在他多年，比我总好一些。静儿啦，你快去，你帮助我认出了周相公，重重于赏。周大爷，去，快去。谁有什么赏？还是江西人古文，是故事，在下看灯去。看灯，我贴身衣裳，今日俺怎能生出久闻啊病？尽快去找丁啊苗鸡呀，叫今日带下先去灯。方才快去石大娃，先去死了八两
你多病，平时小酒加饭。哎，今日到哪里去了？嘿，你这位大嫂请了，请了。毕竟鱼龙长女生，倒也要得两三分，让我也来开开他的玩笑。哎，你可是找人啊？找谁呀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不要装腔作势，可是来找我啊？找你？是啊，我在3月台上等于你都是了。你无说些什么？嘿嘿，心照不宣，国人肚里明白。不善，你管处处杀礼貌，不杀大老瓦天堂，杀不破宁宁之郎，送魂就还听不成。好像用官府来喊我。送官举拜，我不怕，到日你男扮女装在哭笑。谁论扮女装啊？白来到与三分强，真是年纪他也老，这样那样举美人，看来倒像举姥姥。什么举姥姥王姥姥的？谁认识你？你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认识你。好了好了，我在这里写过了，写什么借你100两银子。 ？100两银子？哎，大丈夫得得到不得起，是就是硬比硬，万丈什么糊涂啊！哎呀，我看你这个人啊，真是疯啊！就是疯了，也不放过你。哎，你这个样子，我可要求人啊！就是要叫我万事问你要100两银子。03，哎，月霞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在3月台上等你啊，你快来呀！来了来了，进了。是呆子，他在大光中调戏于我，你还与他应什么礼？冤罪王爷，冤罪王爷。看他也是空忙之徒，而斯文之人，怎会因此非礼之事，定是而不为了。什么无谓？放在他明明是……对呀，是错哎，是错哎。啊，这位先生方才多有冲上，请不必加意。请。啊，娘子，我们还是快登去吧。娘子，请。娘子，真的不是小酒加饭，难怪今日不来告诉我。还好，细细闹出事来。又来一个，他故意加水绕我，分明昨日进去，今日小酒。哎，这一次不会错了。哎，小姐啊，哎呀，哎，不是我老早怕看，只要一见你背影，谁知道是你。办得美极了。正有成语落叶之用，必有绣花之貌。不知我老祖才能谁是你是个男人啊？谁是男人？你是男人，你
你是什么眼睛，连男女都分不清。哎，还只求问人心中有数。好了好了，100两银子快拿来吧。啊，要100两银子？哎呀，你这人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是什么银子不银子的？快让我走！快让我走！哎呀，来人啊！来人啊！哎呀，乖人，娘子，什么事啊？你怎么来得这样晚？我在这里等你。他女无人知，说我是男扮女装，还问我要100两银子，来日我不放。哼！昆此人多动算算，绝非好人。你这位师兄修得动气，刚才是我不好，万请原谅，这是出人了人。哼，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是有一条对呀，昆这里灯火辉煌，而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有一条小，待我尽一点力而看看。两位师兄，你看我的眼睛不变，君子同口不同心，万请原谅，万请原谅。嘿，那与像你这样的君子，走，我与你见官去。妈，这位相公，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坏人，你就放了他吧。这位大姐说得有理，说得有理。好吧，就放了他吧。我们快登去。好。嘿，下次再办，绝不轻饶。是秀英岂能再玩？多谢这位大姐。不必客气，下次看人不可是此路嘛。是。小酒怎么晚不来？我早就来了。莫非他就是？前居之间引以为兄，不可鲁莽，须加小心哦。他没有人称，让我接上去。好，此人脚大自若，身材相貌，怕是小酒。不对，要是小酒假扮，一无平时隐藏，岂为彻头全家？不可鲁莽，居家小心，留人眼儿。万没有人称，老周不懂到你死定了，待我再接上去。你这位姑娘好不识礼，我娘到哪里，你弟到哪里，究竟是无道理呀？咦，三月台乃是宫中之地，你能看得，我真不能看得。好，你看，今夜是我竹子山倒霉，竹子山。哦，你莫非就是府对大名鼎鼎的竹子山竹大爷啊？呀，小女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实情啊是实情。奇怪，你这位姑娘是谁？啊，竹大爷
谁呀？难怪是四面肉。刚才夜雨堂的外亲月亮，陆家只相百里。奇怪，这是我的眼睛不好，这一次苦闷的乱人，谢谢呀要闹出笑啊！苏大爷，你为什么不与周相公同来？哦，他这可是嘞，徐大姐呀，你适当进出他家，可去周相公拜过美女呀？哦，你说的是周相公男扮女装啊？是啊，这件事我是知道的，一清二楚，三明四白。哦。周相公当年扮女装，是我亲手掐手掌，他头上发髻与我外，上风之花是我插上，一列之分与我们，两条绿眉是我画上，上下一群与我采，左右陪拐是我带上，目色相邻人不出，就是那亲生娘一难分别风雨往，也就情绪来看待，引人生出真模样。不是徐大发开口，我要认他一日拜上，谁来骗你？哎呀，徐大姐呀，与你才是了吧。就像公今呀扮女装，要我当年人情伤，这因我眼睛不便长，凭据大气来帮忙。少得他是到此来，请你对我也讲，这种事情我不干，应了谢你，谢我什么？谢你明知无车辆，你为定又不是鱼。好。哎呀，徐大师呀，你既然答应我，应该仔细商量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啊只要坐在这里眼睛一闭，就知道他来与不来。倒看你不成，有这样的草本呢？哎呀，周相公来了，他在哪里？他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他已上了楼梯，上了楼梯，怎么不见？他躺进你身边，好进我身边。我快不去。老周，想你就在这里了。小姐呀，你在姐妹人家真是当之无愧。老子棍把下风，棍把下风。老周只懂到你死定了。小姐们呐，请大爷漂亮的美貌姑娘抢两位去。来。
名誉，万不与我自身。好一个标致的姑娘，美呀美，美到不可拿。我的美，美儿与美，这是说不出来的美呀！来呀，哎，帮我的姑娘为福！哎呀！你为什么见我避而远之？我怕你，怕我不是同你一样，越耳朵越眼睛越不得越啥个可怕？人家都说你是老夫要吃人的呀。哎，世上哪有穿着衣服的老虎啊？就是这种衣冠禽最可怕。哦哟，这话倒有些理，神来一些。我老夫他发心高招迷心强，虽问病我有心与他去开玩笑。大爷，民间女子冒翠绿，大爷未免太夸呀。
王彪，快吩咐下去挂灯些菜，摆去设宴。慢了，怎么娃娃没有讲我要摆当人听？哦，太讲，那你有话快讲吧。大爷是恩高义高，平啊也高，我许他其他的心上也动摇，只可惜不见什么啊，只可惜如梦多次没撒野，将我的终身烧黑掉。你早就配了啊！黑的人家笨啊，心中丈夫名字叫高，高什么啊？高的宝，他这是什么真义的呀？高的宝，他牛杂里面走多啊夫，他是这样最重要。小小的夫知道我中的名字问啊子了，我不行啊！为什么不行啊？高的宝，他的气大，脾气大，怒火上真为动刀，你这比他把昏菜，他对分你喉咙头一拉刀啊！把我当自在呀！只有些怕人，哼！王家四大门的高，我怕去高登拉高。他跟今日早上门，不送他结婚去坐牢。那混账啊，本事好，一条嘛连条，嚓啦啦啦啦，手上草，管他3年再从军，叫他一命不应当。我等天上哎，我与你把对，咚哒啦，咚哒啦王彪，他吩咐下去，挂对去开白天设宴。至于慢了，我还有娃呀。哎呀，我在后里嘛，你在市里，王彪，小人告退，哎，你就站在这里，是那你话快讲吧。唐水人里最不孝，大义的名声不太好，人人称你是王老夫，一见女人的脱了刀，口是没大，心是铁，我许他嫁了你这要少一王彪还很真实。
你若不信，可问王彪。王彪，你说对吗？哎，我叫大爷说的是啊。我不信，有道是一见是真，耳闻是虚。你若不信，我可以当起你看。大爷，你往日的护卫到哪里去了？女人讲的就喜欢这一套，到了水才知道理。到了水才知道理。王彪，快吩咐下去。慢了。哎呀，我还有话呀。哎呀，你怎么有这许多话呀？摆了堂再讲话，讲好了话再摆堂，先摆堂爱讲话，先讲话爱摆堂。王彪去，小人。王彪。小人就站在这里。那你有话把讲吧。走花家，走到那山的花前，今天我是王大人情八大要证明天天事情多一女，人情一定要得坚强。爱情是法不真道，非开玩笑要是大法。其实凶人他都知道，正月十五出远门归路一定要女讲堂。正月十五走外会，黑上一定要起风暴，上山要落回家的。姑姑要对做木桥，马蹄中年长把草，早要被铁虎照。孙女长大呀来当，原来到头要进苦苗，成亲更是
不得了，新郎是头昏眼花，手脚抽筋，不打反手，要命动了啊！有什么理由呀？我有些怕人。那因你之前你与我之间要得明早，今夜你去面前跟我回去，明早你怕花家来认起我啊！今夜在东四房楼高的小夫，我也不是害怕，我差养回给你。于是我已经是你的夫人了，我怎样他们陪，还是让我回去。有了，今夜我陪你到我妹妹房中去，细说一笑，你看可好啊？你妹妹，这是作为什么呀？天下是真女的乖巧，因为下凤在金下。
你来此何事？有一姑娘要为妹妹介绍一笑，定是她又把两家妇女抢来，鸟有苦，人有家，为何要向我家说？妹妹实质底细，定然不依。给我骗她一骗。啊，妹妹啊，姑姑放着去看花灯，边一位姑娘哭哭啼啼，好伤啊心。姑姑心中多不忍，我追上前去很暖意，真是表兄妹宽慰33，回家之路真不起，我又怕人送他去，无奈一生路难移，因此我泪他只一笑，宝妹妹啊，你应够放的他的我看你呀，莫为王百姓，有点靠不是这。哎呀，妹妹啊，这是我把他抢来，我为啥要背到妹妹房间里向来呢？是，快来听个小心。就让他留宿为是。哦，多谢妹妹，多谢妹妹。姑姑，时而不早，你可以走了。妹妹啊，她是乡下姑娘，不懂礼貌，你要照顾照顾她啊。咦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妹妹，明天一早我为了上楼陪她下来送她回去，你千万不要让她自己回去啊。来家送大爷下楼。来家。此后这位姑娘可望安心。是，姑娘等我来。房中灯火微熄，莫非他还没有安睡？听他叹息什么？
姑不为我妹妹想，等到那陈老师我去家父陈我以为王府门中一条心，有谁知沙土里面破王心，流营一片真心爱，我走到别去是生命万须当面自称的，哎呀，是我姑娘，你怎么还没有在？我怕，你怕什么？不是地方睡不着，还是让我回去吧。哎，姑娘。事业一生怎能去的？那反正我心绪不宁，也不想爱人，我们还是来谈谈吧。岂不是要当着了小弟？不要紧，请坐，多谢小弟。姑娘，你家是哪里？小弟呀，愿不愿情不情，离此一语三里里。许大年18，紫金上位配婚姻，家务成家道理，百万不怕难为情。一层光曾经乃马曾光阴，我是光姑姑不为我妹呀妹想，等到那陈老师我去嫁夫人，想必有我一段样，可惜的你却才不信一听。多少与民人，莫非他有意把我来当亲，让我来奈他一来非生命，小弟呀，东壁之后
还有什么人家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为我不家最不离，我这一想问难为情。小弟，你要当亲的是哪户人家？姑娘，马少吉分离的儿年呢？有名人家小弟，你要问的是有名人家，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。哪一家？你快说。这个有我好人家，家内才是真问题。的情形啊，里里娃娃随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一不知。哦，那周文斌他怎样啊？像我周文斌，像你周文斌，我说错了，我像周文斌啊。他虽是每部分章才是经啊，婚姻大事却不人定。开中上之妻金女，听说名叫王秀英，才是小姐太虚荣，以他家境太清贫。哎呀，冤枉！什么？没有什么。他婚姻不正皆有恨，一场大病伤了身，足足病了3个月，瘦得像个苦字根，看来性命是难挽救，但是不得罪死里有风尘。没有事啊，没有事，还好。姑娘，那后来怎样呢？哪位的我不识，咦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关？快说呀！忽然开封几次出门来就亲，几次出门来就亲，弟弟呀可答应。我弟弟一听心慌。
必是去你当地在心，定下今年3月3，岁岁当当得过门。小气不是不依人，从今儿不睬山，金须衣不睬山，不择群不插花，不带碗不读经书不作文，等到今年6月6我哭哭啼啼。去在空门表弟，你为什么听了我的婚事流泪？我是为你高兴的流泪呀。表弟，起码为我高兴，这婚事有比了。婚事有比。可在姻缘不相称。你说什么？我初一下有一层，可在姻缘不相称。为什么？不是一个大家步，这两一场往山冲。其实乃大人，万事成少莫人情。真是小弟，为什么我的婚事不成，你倒反谢天谢地起来了？莫非小弟你也有爱周相公之意？小弟，你若真心相爱，那你就该托人在街诉衷心。可是世人看起，小弟若真的有意，我倒愿意代为要老。从不不假话。好。姑娘，你要亲手叫铁手相公，一定送到。
好友来打赌，男扮女装去开花灯。只为你哥哥王老夫，他把我当作媒家人，抢着夫要成亲，我千言万语难出声。他把我强吕小姐的闺房内，这真是美貌音乐天高人。马身叔叔往前放，生气不出好事情，可在外面抢名誉，抢故事进了门，只是他不赶出去，叫我今日真做人，我撩起路中不往去。小弟教育姑姑把礼品买来买来，小弟千万不能许了花儿事情，表弟既然问定问定也王三英，今日归来敲响为也是你我有缘分，我不定家他的呀，一了下你我最稳定的情望着是你生情人恰为在楼台无不心
自己当面后事业生。好，表弟请教。哎呀，真是奇才，表弟多讲了。这相公既是真心相爱，哪里就该是啊？就该代替门子一表忠心。王兄，夫人花灯结彩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？表弟大喜，哦，原来是王兄吉吉，哎，恭喜恭喜！但不知是哪家千金啊？所兄问的是哪家千金么？哎，不错啊。手中间，我马上将他请进门。我是强进门的请，我想请，哎请。这位家人可答应，就是不得真为不答应。上不拉子，他跪在我面前哭哀惊。我还要考虑3天再谈情啊！王兄看真逢喜事，我这呀看真找不赢啊！怎么不赢啊？我与夜里去问兵，一雪冬林看爱花灯，正在看到高兴事，才说与人来纷纷，哭的哭来叫的叫，原来是一场老夫唱情啊！人啊，竟有老夫唱情人，小的是我为不知情啊！这张老夫兄结恨，交警把我去来是本，身在我王兄差不拉多，真将小的逼出生，再出生东张西望要去拉人，一眼看见主呀文兵，大叫一声个扑上去，抢了手举忙到奔，有人看见再出拉身，匆忙到进了王府啊！
看见。听他话中有词，分明是在说我啊！哎，不对，像我抢过多少女人，从未弄错。带我去问个明白。少兄啊，那老婆抢的是什么啦人？是我眼里最文君，最文君他的男子啊，那老夫男女分不清啊，只把他家中办得香啊，落在府口受了啊你啊，听他话说只有因莫非我昨天抢去了身份啊？哦，既然老夫已经王府大门，小弟告辞。周兄且慢，为了何事啊？周兄请坐。周兄，昨夜周文斌故正叫张美女前往看灯。是啊。你等可是在3月台前冲山。是啊。哎呀，糟了，我妹妹。你妹妹怎么样？没什么。可是王兄，昨夜把徐文斌抢进你妹妹往中去了。哎呀，小弟啊，因我得不了。好事，王兄，周大爷，说的是，这是谁？走。表弟，我老有一计在此啊。当被聘来同天将心，王家人常回望。姑姑，你早，大爷你好早啊。看她这样漂亮的身材，分明是个女人，是什么周文斌假扮？哎呀，我先去上了这山的当啊！姑姑，请坐。大爷，请坐。哎呀，看她脚踏实地，分明是个男子。妹妹，她，是日不能有妹妹之事。姑姑。你说话为我吞吞吐吐。妹妹，你到他做人，队伍里的徐大姑娘呀。对，队伍里的徐大姑娘。咦，是你自己被踏上楼来的，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？幸亏妹妹上位得知，带我到他下里去吧。来，快带我下里去。慢，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想留她度日几天，留下去呀！哎呀，完得了！来，
今日此小生告辞了。哎呀，你是谁？想来这是问题啊！昨夜操到政府，外请王兄原谅。去吧，姑姑你好。马生姑姑她不仁，为非是非害居人，一律分是王金的，非是王家九龙的，莫说是三彩中男人来，就是那不懂身体不用神，你不在四方惊风的，不着卑微强女人，男穿女装为看不穿，还要送她到归人门。我自从出山娘开来，为人出过一步门，不男人十句话，把不知把万事因，清白伶俐多称称啊！什么是三生四得四，三生的贵千金，今日名声陪你话，总算是挑着媳妇，一袭风情。来香，请老夫人。妹妹啊，我要是知道他男扮女装，我这个也不会抢他回来。对，里头子女人家名声才要紧，这件事我气看欢喜最怕人，二房清茶老娘亲，分清自己把礼品，我们要提心照镜搞不清，其实你在家所看随分文，王英不到起了名，愿我转上华名声，他一怒之下回家来要奖励，东家他用大银端出门去，东是母子主人看。妹妹，你就调调我吧。小弟，老夫人来了。母亲，你耶，女儿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哦，儿啦，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你主人怎会来到我女儿房中？你去问他。母亲，母亲，哎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母亲，他是男扮女装，所以姑姑把他记在女儿房中。
长衰无也是痛，你早该当场这分明。小孙终有千张嘴，其实哪里舍得听？如果是我父婆呀红了眼，千言万语他不听，千错万错是姑姑错，事事不必挂别人。到了小地归房内，不识真情，为何应对？到了妹妹归房内，不识真情，你又为何应你想？小孙若是真情深，只恐怕坏了小姐好命生，把内人藏在闺房内，万事姑姑抢进门，此事实是这样开，王夫一面要对怪人。家可中文，你是真文的，想不到他是真文的。当年人是孤亲。别把我给公子，你本将来一辈子，考得文章人皆精，几位小儿来不强，此事我也不得天宝他送水公子出府，天马自从这一杯枪进门，家中必定将落定，今日既然回家去，家务定要分外应。我这将真定是出来，家务今儿真做来。老夫
周公子，想你男扮女装，比你欲作此文，随样出去，恐对中你的敌人，不可不赦也罢。且报母亲送周公子出府。妈。可不是错，只可惜可也有人同揣测。后人主对家女不自伤，相信只是他独自的。哎呀，母亲，比起那孤独之山，要准去看属于你。方才已经堂门来，我一直大意路深情，他不要把个小行贴穿山，像水是穿遍了杭水人。一副批评，一副气，为路上杀他人要紧。这上是一闹翻起，要想虽然反不能，女儿无力我自然。去头在天上了人生。哎呀，出生还不辜负把主子带亲来，这是他不肯来你，就用八声大叫把他带来。周公子，带我下来。亲自来做爷人，伯母大人有见讲。做爷人，这因小女王秀英，才是闺中的十品。去年有人来求亲，夫人啊，就是本人走万兵，去问兵啊，三空小女到家乡，难看着亲。不必答应。哎呀，伯母大人啊，那么就是真英明，应该当年为答应。我善于文兵是好友，他的为人不做人。他将小鸡配给他，加了过去苦不尽。好一个厉害的做子产，好一个厉害的老夫人。我话为出头他一次情，我先出骑兵来取胜。啊，伯母，
为人我知情，是在想个一眼多，老身常常记在心。少女3千里姻缘一点眼前，我后悔不该不答应。今要就是在重点，凡情一的做美感，做自山这次是欲望，从里呀过做美人，万情一的来身边，此时小人难聪明。老夫人，今有李将军就见，他来做什么？应大爷大气，再来发布哦，请到四方隆重。还有沈夫人、至于是景夫人都来了，都请到四方隆重。包大人，这个梅湾里走，我看到谁来了？原来其中必缘故，请前头快在老身份上帮忙一次。哼！王老夫强气，人人举了多少女生，擦杀了多少好夫妻，冲杀了多少母母心，也是他自己作孽自己救，偏偏出强了主人兵。我已经写好存在一巴掌，要做去摸杭州城。一辈子人才看起曾经你王府的秋名声，等我把存单贴了后，再谈做媒大事情。爷人，你千万不能去听。好了闯过忘了痛，父亲也真是在你身，就是给他曾经去，下次再不再忘应。所以的，从今后老身一定年关交，不负年头一片心。爷的，你千万不能去听，快在老身份上做好事。不提可以，让我当面见过王老夫。你该亲前的教诲，这是他。哦，难道天宝兄也被人抢去了吗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大爷找到了。哦，快去接过左大爷。左兄，畜生，你的家知道不小。铁宝兄啊，相见不多一位，怎么得了
许多。哎，天宝兄啊，你这老夫啊，被人为遭冒了。你不要问，与须汉作为光明，七杂表度无须人，无用去当机的应。不是你主上去了的，就是你无毛病人少教训。生下你这个不孝子，人人笑骂姑姑恩。我劝你从此发自他为敌，趁早起家怕归真。你是这把人强出，天宝兄啊，你这无妹妹呀，来家做爷子，你说也说了，骂也骂了。小女婚事尚望人地，把穆大人吩咐，小人也只好证明，只怕久文斌不肯答应，何况他生意不节，母此今朝啊，身在我府中啊，一边去嘞，哪里是去嘞？天宝，母亲，快请周公子更衣，请来见我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看来了，花厅温柔。师兄，小九，一家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啊，周公，做爷的为媒，小女许配于你。小子高攀不让。哦，做爷的。小姐呀，既然伯母大人硬要将女儿许配于你，那么你就勉为其难吧。此次之来，恭敬不是聪明啊！他去鞠躬大礼，我穆大人在上，受小姐一杯，外给谢姑做爷子大美。奇怪，真正的美人哦，还是天宝兄。哎呀，老夫人大爷，花轿小当命，今日吃几杯，等而发落。啊，这是谁规的好字啊？伯母大人不必为难，我要是我的姑，客人是我的亲，此事当然与我许长。做子三，做爷的，来望爷的设法。天宝兄啊，你好事做到底，送不送上天？你把9公子里面给我一声，告诉你妹妹即可报道。出身还不说说早办？伯母大人，这个山里让我来当吧。臣听爷的做事。王彪，吩咐下去，你去准备地上不请舅父啊！奴才还不说说早办？是母亲，女儿今日一到，怕爸比母亲。这次3把转单独踢出去了。王老夫强亲出枪周文斌，父难陪妹妹，臭名别行人。哎